大家好，我是乔子妈妈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也特别理解你们想要回家过年的这种心情，但是你们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都希望你们平安的回家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你们看我们村的雪好厚啊！你们再来看我们这里这条路，连人走的脚迹都没得。说实话，因这次暴雪还堵在高速上的朋友们，我们也有在关注你们。但是我们如果去跟你们送气力去的话，首先我们要上到1800多米的地方。看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大的雪，我们连村里都出不去。在此，我呼吁住在高速两边的朋友们，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，给他们送点温暖。我谢谢大家了。最后，我建议还没有出发或即将出发的朋友们选择就地过年，因为你们的家人朋友更希望你们平平安安。最后祝大家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年。